吳尊咧，內地知名男星吳尊啊，男星啊，近日搭 CX 喺墨爾本經香港轉機去巴黎，因為咧首班航班延誤無法轉機，被逼改為咧經曼徹斯特咧飛巴黎。佢指當時好擔心行李咧係會出事啦，但喺國泰職員保證下咧，唔知個國泰職員點會保證佢咧？如果係真係國泰職員係做錯嘅，起條咧抵達巴黎之後行李係失蹤3日未尋回，佢求助無門之後咧，小紅書公審國泰，國泰道歉。咁呢單嘢咧真係好笑啊！你自己係佢哋嘅代言人，代言人咧就應該有好多方法可以揾到呢個國泰嗰啲 PR 啊嘛，揾到國泰 PR 去解決呢件事。第一可以私底下解決先，但係佢唔係，佢決定用小紅書批鬥。即係咧小紅書呢樣嘢，我好值得講。呢個係民族傷痛記憶嚟。小紅書英文叫咩？有冇人知啊？我俾5秒鐘大家打。小紅書英文應該叫咩？個官方小紅書係 Mo Red Book 無語錄啊，其實真係小紅書真係無語錄。呢個係民族傷痛嚟嘅，民族傷痛咧，喂就係文化大革命喎。小紅書係死幾多人啊？幾百萬人喎，幾百萬人無辜坐監，有幾百萬人係餓死或者被批鬥死。呢個 Mo Red Book 啊係咁嚴重嘅。呢個咧等於另外一單嘢，就係叫鬥地主。大陸玩啤牌竟然係玩鬥地主。玩鬥地主係幾恐怖啊！鬥地主係槍斃咗毛澤東自己講嘅，同周恩來講係槍斃咗200萬人。嗰200萬人大部分係無過錯被槍斃嘅。點解無過錯被槍斃咧？因為佢哋被劃成係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喂，我被槍斃係因為我個階級，而我個階級係因為老豆生我出嚟，呢個唔係無辜咯，吓，咁唔係所有地主都係壞人嚟噶嘛？但係佢又槍斃咗200萬個地主啊！叫嗰啲村民去批鬥佢哋，啲村民梗係批鬥佢噶。有一批鬥完有一分土地，點解唔好啊？吓，可以搶晒嗰個糧食，搶晒佢嘅地，搶埋個女人，唔高興咩？喂，呢個竟然咧，大陸而家啲人係用嗰個民族傷痛咧，2大傷痛，一個做咗啤牌遊戲鬥地主，即係等於你想象唔到啊！你想象唔到德國人同波蘭人可能而家整個啤牌 game 叫做咩？叫做集中營，咁你想象唔到噶嘛？我哋玩 card game 啊，玩 block game 啊，集中營啊，唔可能噶嘛？呢樣嘢，呢個係民族傷痛嚟噶嘛？係咪啊？即係你等於呢個咩？伊斯蘭教嗰啲穆斯林土耳其人，我哋玩個遊戲啊，玩十字軍東征啊，啲弱智先諗得出呢樣嘢噶嘛？唔 make sense 噶嘛？而家2大民族傷痛咧，係成為咗 game 同埋社交媒體喎。喂，係幾變態先可以做得出嚟？幾變態啊！即係等於清朝啲人啊嘛。清朝啲人，我哋玩遊戲啊，玩咩？揚州10日啊，嘉定3屠啊，係咪啊？抗日戰爭嘅時候玩遊戲啊，玩南京啊，係嘛？呢個唔 make sense 噶嘛，係咪啊？成件事係唔 make sense 噶，幾恐怖啊嘛？咁即係證明咗咧，我哋成日講人類喺歷史上吸收嘅唯一教訓係咩？就係永遠吸收唔到教訓啊！即係咧，我細個嘅時候有一種講法，我細個嘅時候，我以前我老師同我講咧，佢話中國要幾時好啊？等文革呢一代人咧走咗就會好噶啦。嗰陣時我真心諗有道理喎，文革嗰一代人走咗就好嘅。但問題文革嗰一代人唔走喎，而家佢永續連任喎。吓，我細個即係20幾30年前啦，我大學老師同我講，余炎光教授余炎光教授宇白嘅話，文革呢一代人走咗，佢把聲係咁善軒，中國文革嗰一代人走咗就好啦。宇白咧，佢當年咧，我老師余炎光教授，佢就係喺呢個嘅大學裏邊做老師。咁咧佢咧負責咧要帶領學生去造反啊嘛。因為佢嗰陣時係年輕教師啦，30歲左右啦，佢要帶啲學生去打倒啲反動嘅權威，學術權威，即係要攞啲竹咧係駁嗰啲老教授嘅頭。佢就話佢唔忍心佢漏嘢咧，揾啲竹咧挑空咗裏邊原本實心嘅變成咗空心，打落去咧就冇咁痛，卜卜聲就冇咁痛佢靜靜雞挑空咗。佢話搞咗成晚，同幾個學生一齊。咁佢同我講話，嗰啲文化大革命啲人走咗冇？嗱，而家紅衛兵做緊中國領導，即係嗰啲而家中國領導基本上都係紅衛。喂，係而家中國嘅領導咧，佢哋都係文革嗰一代嚟嘅。
咁啊，而佢繼續做喎，而佢繼續永續連任，好似普京咁，可能做20年、30年都唔出奇喎。所以我哋話，以前阿宇伯同我講，我老教授老師同我講，佢話等文革嗰代人走咗就冇問題噶啦，中國就會好進步噶啦。佢話文革嗰代人做咧唔得噶，點解咧？因為佢哋係批鬥長大嘅，佢哋咧係背叛父母、背叛老師，係咁樣長大嘅。宇伯同我講，佢就話咧係等佢哋呢代人走咗就冇問題噶啦。喂，但係而家佢哋永續連任，加上佢哋又可以有嗰啲好高嘅醫療科技，又可以換下器官，分分鐘我哋走埋佢都未走啊！咁呢個真係大劑喎。小粉紅係另類紅衛兵，小粉紅咧係紅衛兵教育出嚟嘅一批人，所以我以前老師30年前、20幾年前同我講嗰番說話應該唔 work 嘅，即係好簡單啫。美國人基本上嗰啲白人都係由英國或者歐洲其他國家去噶啦，有冇美國嘅白人喺度炒佢哋？喺度嘈佢哋係咪英國人係去祖國啊？應該冇人係冇一個現代嘅美國人會覺得英國係佢哋祖國噶，係嘛？因為你同一美國人啦，Oh where you come from？ I'm come from Los Angeles。Oh no， 唔係講 Los Angeles。Where you come from？Originally come from Britain。唔會有人咁講噶嘛，係咪啊？UK、United Kingdom 唔會有人咁講噶嘛。去咗嗰度咧，歸化咗就係嗰度。咁啊。你最多話個 DNA 係嚟自英國嘅啫，最多係咁講嘅啫，即係你個族裔嘅祖宗係嚟自英國，但係唔會講你個 motherland 你個祖國係嚟自英國嘅，即係走咗就走咗噶咯，過咗就過咗噶咯，所以唔應該係咁樣喎。所以馬來西亞華人咧，你係華裔咧，但係你嘅祖國一定係馬來西亞噶，你嘅祖國係新加坡嘅華人，係一定係新加坡噶。至於你嘅祖先係嚟自邊度，係你個祖先嘅祖國嚟嘅啫，唔係你個祖國嚟喎，係咪應該咁樣理解咧？咁你就你點樣跌翻自己先？如果你跌翻自己華僑，咁你嘅祖國咧就係中國啦。所以有華僑大學啊嘛，因為僑係僑居，你暫時住喺馬來西亞嘅啫嘛。咁但係唔係嘅，你唔係暫時住喺馬來西亞，你住喺馬來西亞已經好多代噶啦。你住喺馬來西亞已經有幾百年噶啦，百幾年噶啦。已經歸化咗，咁冇理由你個祖國係中國嘅，呢個講唔通喎。咁即係等於你問日本人啫嘛，你祖國係咪喺邊度啊？你喺邊度嚟啊？佢話我係大阪嚟嘅，你話唔係喎，你祖先係徐福喎，你嚟自中國嘅喎，你祖國係中國，咁你講唔講得通啦？咁韓國嘅祖國又係中國嘅咯，楚原嘅祖國就係楚國嘅喎。教育係勇於鬥爭啊！香港教育係勇於鬥爭啦。點解會勇於鬥爭咧？而家咧香港教育係教你鬥爭，因為如果你唔鬥爭嘅話咧，喂，你係會俾人鬥爭，所以呢個係好嚴重啊！而家香港嘅教育係，香港嘅教育而家點解咁嚴重咧？因為舉報文化，香港而家係流行噶嘛。香港而家有所謂舉報文化 ，OK， 咁呢個咧就涉及到書店啦，獵人書店。我其實第一次聽呢間書店嘅啫，以前公民黨一個叫黃文宣定黃文軒嘅人咧。係管理嘅呢個書店，結果係俾人拉咗。俾人拉咗嘅原因係咩？係因為賣黎智英傳，或者係洗黑錢。洗黑錢嗰啲我就唔知啦。但係賣黎智英傳真係好笑嘅，即係賣黎智英傳，你諗住拉佢咧？咁咧，你冇意義嘅，你拉佢咪你係咪冇意思？實際上係冇意義嘅。當然啦，佢最大嘅意義就係嚇到嗰啲反對聲音啦。其實個目的就係為咗嚇到啲反對聲音嘅啫。咁最大嘅意義就係咁樣，因為咧你要明白，你除非斷咗網嘅，黎智英傳咧係可以喺網上 download 嘅，你係可以去台灣嗰啲書店咧，Amazon 中文Amazon 中文唔算係台灣書店啦，Amazon 中文係國際噶啦，博客來誠品呢啲咧係買電子書嘅，而且咧你買實體書理論上咧，你譬如話喺誠品買博客來買，我諗佢會寄嚟香港噶，你係咪要同埋呢個海關溝通咧，郵政局溝通咧？係咪要？以前咧，我喺香港順豐快遞啲書，我自己寫啲書啦，係歷史嗰啲鹽鐵論嗰啲啦，或寄俾啲大陸嗰啲學者朋友寄俾大陸嗰啲學者朋友咧，寄順豐都寄唔到完全寄唔到點解？因為佢驚你裏邊係有嘢嘅。後來咧，我聽過啲人同我講，啲學者朋友講咧，佢哋揾啲哆啦 A 夢咧夾住啲學術書，然後寄上去，咁先寄到，話俾人知係新報係報哆啦 A 夢。叮當係咁荒謬嘅情況嚟喎，咁所以佢就因為禁書而去拉咗一間書店，
呢個梗係引起國際譁然啦。因為香港點會有禁書啊？幾廿年嚟香港都冇禁書嘅，香港突然間喺國安法之後就有禁書啦。呢個咪好似人間道啊，張國榮啊坐監嘅時候咧，佢遇到個通天博學士諸葛臥龍嘛。諸葛臥龍點講啊？佢話咧係點解要坐監啊？後生嘅時候唔識嘢咯，呢個去研究兵法又俾人話佢係呢個煽動顛覆係咪啊？幫名人寫傳記，個名人俾人拉咗坐監之後咧，佢又俾人拉埋坐監啦。OK，叮當通常好細本，有啲大本大字版噶嘛，有啲大本噶嘛，要拉你咩理由都拉得。其實個目的就要即係消滅所有反抗嘅聲音。簡單嚟講就係華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國民係兩件事，即係你明白呢個道理。中國概念可以分為文化嘅中國同埋政權嘅中國，因為咧中國嘅政權咧係歷代都會改變嘅，歷代都改變嘅。譬如話即係細個有冇背過朝代歌啊？朝代歌當然有好多版本啦。唐虞夏商周，我背個版本就咁嘅。唐虞就夏商周，春秋戰國秦，兩漢三國晉，晉後南北分。晉後南北分，完呢個晉朝之後就分咗南北噶咯。跟住咧，隋唐五代宋，隋朝唐朝啦，然後五代十國啦，宋朝啦，最後元明清及民。我細個小學嘅時候老師係咁教嘅，去到民國冇咗噶啦，佢教個版本。咁所以咧政權係會更替噶嘛，但係你嘅中國嘅情結咧係唔會因為政權更替而改變噶嘛。但係而家唔同喎，而家佢哋同你爭奪呢個正統論啊。正統論咧就為咗要說明咧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千秋萬代噶嘛，係千秋萬代，所以咧你愛中國一定要等於愛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唔可以愛呢個嘅隋唐五代宋啦，唔可以愛呢個元明清及民國啦，唔可以嘅，又一定係愛佢唯一一個，佢控制咗個話語權。所以我係認同余英時教授嘅。雖然咧有啲本土派啲人好嬲我哋咁講啦，我就話我在哪裏，中國就在哪裏；我在哪裏，香港就在哪裏。即係中國係一個文化中國嚟，邊個研究中國研究得深咧，佢就係中國。邊個理解香港歷史、理解香港嘅精神理解得深咧，佢就係香港。所以當日沈旭輝問我香港嘅未來喺邊，我話我在哪裏，香港就在哪裏咯。呢個我係參考余英時先生咁講，余英時先生都唔係自己諗出嚟嘅，佢係參考以色列嘅學者，因為以色列亡國咗2000年啊嘛，所以以前咧有啲好出名嘅以色列學者，佢話我在哪裏，以色列就在哪裏，結果幾百年後以色列咪復國咯。復唔復國係政治嘅事啦，但係關鍵就係嗰個學術文化嘅承傳啊嘛。報道答下 Patreon 網友問題先。而家股市下滑係咪因為中央收緊北水，定係長遠短期？我認為咧佢係合理嘅，因為香港嘅結構性因素，大陸嘅股市好難係會好似過去年幾咁做得咁好，所以佢收緊北水咧係會導致到佢萎縮。而家就大量啲人出貨，但係同時間有人接貨，即係咧香港嘅股市唔會差到萬五六點咁樣嘅。即係佢2萬左右咧，橫行啦，2萬、2萬3、2萬4，喐嚟喐去咧，呢啲都係 make sense 嘅而且仲大把嘅股市咧，大把嘅股票排嚟上市，小紅書700億喎 cap， 淨係一單啊，港交所都發達啦，所以我覺得仲有得玩嘅，唔會係我一直反對咧，佢哋話係金融中心為止，早2-3年好多人咁講噶嘛，我一直係力排眾議嘅但係佢基礎因素係唔得，佢食咗偉哥係谷硬咗一陣。但係始終都係靠食藥啊嘛，唔係靠你嘅精神意志啊嘛，唔係靠你嘅體能啊嘛。Mike Chan 咧，佢就話我講過，中國大陸嘅解決問題方法就係改變定義。英國工黨凍結咗個人所得稅門檻，但係話自己冇加稅，都有異曲同工之妙啊。係啊，係冇錯。凍結個人所得稅門檻咧係兩黨嘅共識嚟嘅。因為你人工每年都加噶嘛，咁當你加咗人工，但係你嗰個入息稅個門檻咧，即係12,570磅嘅冇加，即係等於你嘅稅收就加多咗咯。呢個係一個普遍現象，呢個就係政客玩嘅嘢啦，中意。英國個問題就係咧，我之前講過啦，
我覺得而家英國只要開放幾樣嘢咧，佢嘅經濟即刻馬上好轉嘅。第一就係開放咧，所有嘅打工仔，你只要有一份工，你就可以第二份工咧係有另外一個免稅額，就譬如話 second job 嘅免稅額second job exemption 可以咁樣嘅，即係譬如話你朝頭早係老師，你係固定人工嘅，你放工之後或者禮拜六日咧可以做補習老師，做教琴啊、教畫畫啊、教吉他啊，咩都好啦嚇，教英文啊，咁咧你另外一份工咧就可以另外攞多一個免稅額。可以攞一半啦，12,570磅嘅一半啦，6000幾磅咯，可以攞，係咪啊？咁即刻令到咧好多人有動力咧去重投市場，加入咗市場。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咧兩公婆如果合併報稅，可以咧1+1等於2.5啊，係咪啊？即係如果兩公婆一齊報稅嘅，可以加埋有一個 extra 嘅免稅額，就可以鼓勵更多人出嚟做嘢，咁啊令到咧啲人可以自己養自己，就減少福利咯。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公司。即係公司咧，我認為咧可以大幅將公司嗰個免稅額提高就係譬如話公司可以幫員工租樓，英國係唔得噶嘛。英國如果公司幫員工租樓咧，員工係要交 income tax 嘅，但係世界上好多國家都唔需要喎，新加坡啊、日本啊佢哋都唔需要喎。所以咧，如果用公司名義可以幫員工租樓或者幫員工嘅仔女交學費，但係你限制個上限咯，唔可以佔呢個員工嘅福利，唔可以佔公司收入嘅 10% 咯。咁你就可以令到咧好多打工仔同埋好多老闆、好多中產階級咧，佢哋嘅生活就會大幅改善。當佢哋改善咗生活咧，佢哋消費，然後平民百姓就會獲得好處啊嘛。同一時間就大幅 cut 晒嗰啲福利，傷殘福利咧大幅減，真正傷殘人士先有 mental problem 嗰啲冇然後可以俾佢退市機制，就係你攞福利去盧旺達，攞福利去索馬里度住，就唔好攞福利喺英國度住。你可以俾一筆個安家費佢哋，遣送佢哋去盧旺達。用呢啲咁嘅方法就可以避免長期咧攞福利啊嘛。一講到文價斷線啊，阿成哥好，跟住阿 Mike Chan 之外啦，阿 Cherry 啊，多謝 Cherry 同 Mike Chan 好中意聽到你哋嘅聲音啊。阿 Cherry 就話咧，點睇個自私情侶出嚟見報？瑞典政府為咗 Lily 咧做一件好嘅決定，希望香港政府都係啦。而家香港政府就話嗰個監管令係俾社署咧36個月啊嘛，即係咧每個月咧佢哋只可以見呢個嘅Daniel 啊，見幾次但係睇唔透呢啲人渣嘅心理，見到小朋友病咧唔會驚啦。呢個中女冇小朋友，見到小朋友病啦，心都唉。我喺英國淨係送我兩個女去急症室都送過幾次。你知英國啦，嗰啲運動咧好容易受傷啦。加上有好多古怪嘢受傷，我兩個女都送到入急症室噶啦，即係為人父母真係甚艱難，而咧即係養兒就方知父母恩，我而家就好感恩啦，爸爸媽咪照顧我，人去到呢個年紀咧特別掛住父母啊，真係陰公，諗起黑眼濕濕添，希望阿芝芝同妹妹大個諗起我哋都會咁樣啦吓，咁但係呢對父母咧真係非典型父母。我睇佢哋嘅語言行為咧，你見到佢哋受訪問，佢哋好 enjoy 受訪問嘅。即係當然你話受訪問係一個策略，令到更多人關注 Lily 同 Daniel， 即係佢哋嘅講法係咁咯。但唔係喎，你見佢受訪問講嘅嘢咧，係啲官腔講嘅嘢嚟喎，係包裝過嘅語言嚟喎，係咪啊？希望阿 Daniel 咧能夠接受中醫同西醫嘅結合，避免一啲入侵性嘅治療嘅方法手段。喂，正常父母唔會對住仔女用呢個 logic 去諗問題嘅，梗係 the best interest 係俾個仔女嘅，自己唔食都要俾埋佢食。我細個咧，我記得好細個有一幕係咁樣嘅，半夜喺床度咧瞓啦，媽咪喺側邊度，我突然間見到媽咪喊緊喎，然後我問媽咪做乜事喊啊？媽咪睇緊粵語長片啊，睇緊嗰一幕咧，難為天下父母心啊！冇肉食啊，自己割啲肉啊，煲湯俾啲仔女食。雖然我覺得好變態，而家諗翻個情節好變態，但係呢個就係父母嚟噶。父母自己冇飯食咧，我幾辛苦都希望仔女咧係過得好啊。但係呢個曾生同埋嗰個唔知咩小姐啊，喂，佢哋就係唔係用咁嘅方法諗問題？佢哋係點咧？佢係將佢哋嘅利益最大化。佢嘅利益就係咩？要實踐佢哋嗰套 liberalism。嗰度自由主義或者係極左思維啦，佢係極左極右都有噶，反呢個疫苗啊，
反入侵性治療啊，呢啲聽得多嗰啲白咩 channel 嗰啲係咪啊？聽得多佢哋其實係咁樣嘅，嗰啲本土派嚟㗎。有人話冇聲咩？我覺得好興奮喎。如果冇聲我就喊嘅真係。唔係啊，有人聽到白燕啊，難為天下父母心啊，嗰套嘢叫可憐天下父母心啊，太細個啦。我以前成日睇粵語長片㗎，我阿媽都好中意睇粵語長片，我識唱嗰啲歌㗎。飛哥仔跌落坑渠，我識唱嗰啲歌㗎。真係慘啊！真係講起呢單嘢咧，我Save Lily，我覺得瑞典政府又做咗一件好事啊，真係 Save Lily 啦。而家咧就因為 Lily 咧已經喺瑞典2年啦，其實佢又唔識講中文㗎啦嘛。你喺瑞典2年啦已經佢係一個瑞典人，講瑞典語㗎啦。咁啊講瑞典語，咁咧你而家接翻佢翻嚟，佢更加係唔適應啦。你梗係永久性判佢俾瑞典嘅家庭。我諗住聽日就會拍一條詳細嘅影片，講下歐美咧係對於呢個領養嬰兒個需求係幾大嘅。即係你孤兒院嗰啲大過咗10歲8歲就難揾到領養家庭啦，但係嗰啲3、5歲以下嗰啲咧就會容易揾到領養家庭嘅。其實我嚟咗英國之後咧，我同阿趙太商量過嘅，我主張咧係領養多一個小朋友嘅。但係係啦，最後我哋個共識就係暫時唔做住，可能年紀大啲先啦。等兩個女，因為而家仲要照顧妹妹都好辛苦嘛，再要照顧多一個咧，體力上各方面真係唔得嘅。咁可能係需要即係兩個女接近成年咁可能先有心力精力。不過嗰陣時再長遠啲啦，再考慮啦。嗰陣時我諗住領養個烏克蘭嘅小朋友嘅。OK，呢位朋友就話有冇做重訓提高代謝？我有做重訓嘅。開始習慣聽我講課節奏啦，聽下真係做到寶。邊度可以下載講義咧？有我好多地方下載講義喎。譬如話呢個嘅 YouTube 同 Patreon 咧，我都會有 notes 下載嘅。但係有啲就可能好耐之前啦，所以你要揾翻啲資料啦。譬如話咧，最近咧我就係下載緊俾大家中國歷代政治制度得失嘅第1章。呢個就係有晒目錄啊。佢第一個 chapter 咧就可以喺 YouTube Members 同 Patreon 度咧，你可以揾翻個課堂啦，就可以揾翻嗰個課堂嘅筆記。會員咧就可以入去 download 噶啦。多謝大家支持。OK， 點解中國仲可以頂住油價唔加價住？因為中國係國有企業嚟嘅。你要明白國有企業咧，佢就可以蝕本都做嘅。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普京個零月前咪嚟咗嘅。普京個零月前嚟咗嘅時候咧，佢哋咪可以即係大量供應霍爾木茲海峽嗰個 gap 咯。霍爾木茲海峽輸咗幾多油，塞咗幾多油，就可以經俄羅斯買。咁俄羅斯唔可以高價賣俾中國㗎，因為俄羅斯而家呢幾年俄烏戰爭係要靠中國先捱到落去。所以普京啦，由老大哥啦，社會蘇聯老大哥啊嘛，本身係而家變咗習小弟喎，習近平嘅小弟嚟㗎。而家即係以前咧就蘇聯大哥，中國第二，朝鮮最尾。而家咧朝鮮係要贊助資助派埋士兵幫俄羅斯，而家變咗中國第一，朝鮮第二，俄國第三。普京活生生將俄國由一個東歐大國、歐亞大國變成一個歐亞契弟、歐亞病夫。希望可以 share 我嘅影片出去好嗎？ Like、subscribe、share。留言，你嘅長留言咧係幫助演算法咧推高我嘅影片。未睇我之前幾日嘅影片嘅朋友，因為演算法有時唔派俾你咧，你可唔可以手動幫我撳入去啊？多謝大家，今日講到呢度，拜拜。